下解标。就恁爸双直播的讲话话，伊叫什么名啊？他当时叫啥？钟雄啊，阿雄啊，雄哥，阿雄啊，阿雄啊，你有在无？雄啊，人诶，啊你咪讲招我双直播，来啦，雄哥来者啦。哎呀，小弟啊，毋正在，歹势要甲你伫遮双直播的啦，嘿啊。来这啦。来，你摆开讲者。来这。雄啊，雄诶，雄啊，爱露脸哦。你莫安尼甲用迄片哦，迄足老气的，莫做即种工课，好无？啊，莫做这无正哎工课哈。来，雄啊，来，来个你了，雄诶，来吼，好来。应该是唔敢。无要紧，不管敢唔敢，来。你是啥物卡啦？叫我露啥物脸啦？你即摆敢？咱袂使，你唔敢露脸了啊？无啦。你做直播咱袂使甲你问，唔敢露脸了。恁爸咧做直播大小啦。我想要甲你买物件，袂使甲你问一下哦。你要甲我买物件，你要买啥来？你讲啊，对吧？我问啊，咱袂使问就对啊啦。即摆是讲我，你讲我买吗？来，问就对啊。来，你露你脸。是咧大声啊？你免只讲话，我小声啊，妈大声好了。大声啥话啦？露脸啦！你叫我露脸，帅哥，恁老母无生面互你哦，还是歹看人啊？啊！你啥物卡？你甲你面对面要讲啊？袂爱甲一个黑皮来双直播啦！你又是什么咖啦？对吧？啊，咱袂使胡改比咱少无，会使甲你问卖啦，会使甲你问物件卖啦。你袂今仔日安尼，你讲啥？你卖啥？大声啥？啊！我自头到尾，我是讲我咧卖物件是返还款，我有安尼讲无？我有安尼讲。我问一个尔，啊你大声啥？你有安尼讲无啦？我做靠背，你讲错就我做靠背。有无？啊？你讲啥？你讲啥话啦？恁爸有甲你讲，到尾我咧卖是返还款，有啊无？安尼就好啊嘛！啊，我甲你问看好毋是好诶，安尼尔，啊你甲我错啥卖啥？我甲你靠背，我大声，我骂，你靠背。线上的朋友足忝诶，这我来感觉甲北七咧讲话语无伦次呢。迄问伊当硬塞啦，对吧？帅哥，露个脸啦，好不好？你叫恁爸露脸咯，你是要准啥物高蓝猫啦？啊，你啥物高蓝猫？你咧讲我，你啥物高蓝猫？啊，做直播袂使方便的话，你遐就规日莫做就好啊嘛。啊，咱问你尔，你问看是毋好的，安尼尔，你就大声啥？啊，你讲错啥？你搞我再甲你吹讲啦！你是要听讲话无？是上无爱听上讲话啦。啊啦，我就要甲你问讲话啦，好不好？啊来。恁爸做，哦，阮啥物代？啊，你做你着我问我的，我教我袂使问，我会使我有小问啦。我要做我的自由，我唔做嘛，轮袂甲你管啦。你是啥物卡啦？你啥物小叫恁爸莫做，恁爸卡要做啦，安啦，不。社会上较你也是上较可怜啦。我安怎可怜来讲啊？你也做直播啊？我要问袂堪样讲的话，啊你够意思啊？来，我倒位可怜来，我想要知倒位可怜的咧。啊，我倒位可怜？倒位可怜？做一个啊！哎呀，毋是教我太多的生我肖。我讲啊，好好做你导演就好啊，好无？诶，莫用这无人啊，歹看啦，了啦，你知无？
啊啦，见笑了，你也感觉见笑了，莫讲啦。遐你也送到见笑，你遐你把送到见笑啦。叫什么靠背啦？啊是送新甲送的啦，是送甲送新干的啦。靠背靠背。我爱讲啊，你也无心的，我袂甲你讲啦。哦，我咱倒车你啦，你听我意思无啦？不调啦，你甲我调较小啦。哼，你无心肝调了，爱调吗？我问你啊。来，你讲啊，较紧的好不好？要问啥啦？你操人啦！讲了人拢听到啊，甲你也搁咧问啥？你啊，甲你讲话嘛出忝的。你敢有听到？你讲，你讲。我真正咱惯犯的讲，你原住民吼，啊，歹势，我知，你免解说，你原住民我知，辛苦啊，哦，你。咱国家对原住民都有特别优惠跟补助嘛？有啦 ，OK， 辛苦了啦，哎呀，小可欢，吼，无法度这种的，无法度，连面都唔敢啊，伤乌啊，歹看人 ，OK 啦，好啦，啊去边仔困吼。这叫做双直播啦，我看见无？这叫双直播啦。伊讲伊有甲我问啊，问啥？你讲讲杂讯。无啦，迄有病啦，迄边个插啦。不是回音好重啊！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他回音重？因为他还开一只手机在听他的声音啦，听看看他的声音有没有绕开啦。他要稳住气，你知无？较知咧啦，你知无？